龙小弟。还没休息啊？这么晚了，还来御书房当差？主子都没休息呢，做奴婢的怎么敢偷懒呢？噔噔噔噔，龙小弟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哎，平时吧，看你见多识广的，连这个都不认识。这个叫做荷叶糯米鸡，知道了吧？哦，这明白了。用荷叶包着米和鸡，一起放在锅里蒸，对吧？孺子可教也。如果龙小弟你不当皇上的话，我相信你啊，一定是位大美食家。朕这辈子只怕是没有这样的福分了，你倒可以试一试。说吧，这糯米鸡是不是又从御膳房里偷过来的？说什么呢？我跟御膳房大厨关系可好了，他平常还说我做的菜好吃呢，我怎么可能偷呢？再说了，我就偷过一次，而且那一次还是我第一次进宫的时候，跟龙小弟不打不相识嘛。老大，朕一直在想，这宫里宫外的几次相遇，都是天意吗？真的是上天把你安排到朕的身边来的？当然是天意了。我刚开始认识龙小弟的时候，我又不知道你是谁，这不是缘分，那是什么呀？我知道，这个最近吧，宫里总是谣传我跟我哥哥的一些事情，而且传得越来越凶了。但是我相信龙小弟不会那么轻易的去相信谣言的，对吗？朕从来不相信谣言，朕只相信自己的心。那最好了，来，我们坐在这儿，一起把糯米鸡吃了吧。朕刚刚在慈宁宫吃了好些东西，很饱了，你自己吃吧。那怎么行啊？现在朝政那么繁忙，不吃会饿的。来，我喂你。啊，鳌拜也好，吴三桂也罢，朕再也不想想这些问题了。朕现在只想静静地抱着你。龙小弟，还记得那次我陪你刺血抄佛经吗？记得，朕当然记得。朕每每想起，心里还是觉得很感动。终于写完了，大功告成。老大，清晨的风吹如花，落入尘世的繁华。爱已来，卷风沙，恨不过一生的牵挂。经过的星辰如马，望不穿
雨中的他，这一生月光花能否带他傻的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你越照我心，掀起迷雾，留下无悔的情愫。朕和你同月同日生，不过长你1岁。在紫禁城里，朕还是第一次和你一起过生辰。你还记得朕许下的生辰愿望是什么？当然记得，这是我长这么大过得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。许的什么？我不告诉你，该你了。朕的愿望可不怕告诉你，朕愿和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此情此景，朕永生难忘。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跟你一起过生辰。龙小弟，怎么会呢？每年不都有生日吗？每年我们都可以一起过啊。你不愿意做朕的后妃，朕也没办法让你一直留在紫禁城里。你早晚会离朕而去，如何能陪朕年年过生辰？你是在怪我吗？朕不怪你，你生下来就和朕不一样。你是自由的小鸟。这个紫禁城啊，就像一个鸟笼子，把你给困住。也许你待在里面，并不快乐。我快乐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。龙小弟，你忘了，我的病只有你的龙珠才能治啊！我除非有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好，朕也想永远把你留在身边，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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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远，我们还是先珍惜眼下再说吧。是，永远太远了，先珍惜眼下吧。龙小弟，我看你今天好像很疲惫的样子。前些日子为了寻你，积压了这么多奏折，朕可能是批阅奏折太久，所以没有休息好。可是我觉得你今天的眼神有点伤感，是不是太皇太后把你叫过去，跟你说什么事儿了？你还说呢？这还不都怪你啊！朕抛下一大堆事情，悄悄地出宫寻你，被太皇太后好一顿说。太皇太后还要把你赶出宫去，朕安抚了大半个下午，才把她安抚好。龙小弟，我错了，是我太任性了，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确实是不能这么任性了，再这么任性的话，恐怕连朕也保护不了你。好了，先回去吧，朕还要批阅奏折呢。要是再留在这儿的话，朕又得分心，那恐怕又得熬夜。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，龙小弟。
康熙可有什么异常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常，就是觉得他有点疲惫，精神不振，似乎还有一点不易察觉的伤感。伤感？他说是为了上一次武离宫出走的事情，太皇太后把他叫过去一顿训斥，还逼着他把我赶出皇宫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太皇太后之所以要把那些宫女还有叔父赶出去，是为了怕伤了皇上的面子，咱们虚惊一场。看来鳌拜的病还没有被治好。等义父和师傅们回到京城，我再和他们商量一下，想办法除掉鳌拜，以绝后患。老大，难道你的出现真的只是朱明联盟设下的一个圈套？你和朕那么多美好的过往，都是假的吗？没错，都是假的。李爱卿，别叫那么亲热，我不是你的爱卿，她也不是你的欢儿。你早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，还装什么装？今天不是我死，便是你亡。朕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吗？朕一直待你如兄弟。欢儿，你跟朕那么多过往，都只是逢场作戏，都是欺骗朕的吗？兄弟，你是大清的皇帝，我是大明的太子，我们两个能做兄弟吗？欢儿，我是南明靖王李定国的女儿，我会爱上你？可笑！我真正爱的人是我的朱哥哥。你们为何要如此对朕？朕待你们一片真心呢，你们辜负了朕，辜负了朕的！文妹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这就杀了这狗皇帝，为我死去的父王报仇。没错，为我大明千千万万阵亡的将士们报仇！玄烨，受死吧！皇上，您是不是一宿没睡了，累着了？真没事。所有图到了没？哦，一直在外面候着呢。宣他进来。这，慢着。皇上还有什么吩咐？朕饿了，你亲自去御膳房，取一些朕平时爱吃的小点心来。这。左大人，皇上宣你进去。啊。奴才给皇上请安。免礼。查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的心腹根据鳌拜提供的情报，终于查到了明珠谷的所在地，与李易欢兄妹透露出来的信息完全吻合。当地确实在李易欢10岁的时候发生过大旱，而且附近的府县也曾发生过多起库银失盗案。你的手下进入明珠谷没有？没有，明珠谷只有一处隐秘的入口，那是一条易守难攻、机关重重的密道。奴才怕打草惊蛇，让他们先不要妄动。皇上，这种种迹象表明，鳌拜所言非虚，这李氏兄妹是朱明联盟乱党的证据，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清楚了。可这些证据死还不足，朕要的是铁证，是铁证，明白吗？奴才明白，皇上。可是皇上您要什么样的铁证呢？鳌拜不是有一个卧底叫黑狐在明珠谷吗？朕要亲自见见他。这，奴才这就安排。李公公，什么事？康熙可有什么异常？皇上现在正在召见所图。叔父这手上提的是什么？哦，皇上说他肚子饿了，让我亲自去御膳房给他拿点平时最爱吃的点心。往日康熙若是要传膳，都是吩咐你一声，你让手下的小太监去办就行了。今日
为何让你亲自去取？难道是跟索额图在商量什么隐秘之事，故意把你支开？我也觉得好像是皇上故意把我支开的。难道皇上对我也起疑心了？不可能，叔父跟我和奕欢的关系，除了义父，没有外人知道。康熙更不可能知道。皇上平时如果跟机密大臣商量什么军国大事，也会把身边的人支开。说不定他正跟索额图商量什么其他的要事。但愿吧。眼下康熙跟太皇太后没有什么异常，但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。叔父，你要帮我多留意一点宫里的动向，我正在想办法筹集人手，刺杀鳌拜。简青，我求求你们，还是从紫禁城中撤走吧，太危险了。我都一把岁数的人了，我不想再天天的受惊吓。不行，事情还没有明朗，就这么撤走的话，损失太大了，我没办法向义父还有师傅们交代。这边。你就是黑狐。回皇上，奴才正是黑狐。你既本是八旗子弟，为何只肯效忠于鳌拜，却迟迟不肯主动与朝廷联系？奴才也是迫不得已。鳌拜执政多年，掌握了奴才家族大大小小的把柄，所以奴才不得不受制于鳌拜。这些年来，奴才只能和鳌拜单线联络。自从鳌拜被圈禁之后，奴才也曾想过向朝廷报密，但却迫于鳌拜继位，不敢造次。直到鳌拜此次真心伏法，把奴才等密探献给朝廷，奴才才有幸口见圣言。抬头说话。谢皇上。你把李欢他们二人在明珠谷的情况细细禀报于朕，绝不得有半点隐瞒。这李建清本名朱慈轩，是前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儿子。永历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都在战乱中失散了，下落不明，因此朱慈轩就被李定国那帮前明余孽们奉为了前明最后一个太子。这李奕欢是李定国的小女儿，和朱慈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据说永历帝留下遗诏，为朱慈轩和李奕欢从小定了亲，所以李奕欢又被这些前明余孽们尊奉为未来的太子妃。他二人从小青梅竹马，一同长大，感情深笃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继续待在明珠谷。朕赐你一个腰牌，要是有紧急情况，你可以直接进宫面圣。不过你得小心提防，不能让朱慈轩和李奕欢发现。奴才明白。皇上还要提防李公公。奴才听李定国说过，李公公被鳌拜下了大补丸之毒。鳌拜被圈禁之后，朱李二人利用大补丸的解药胁迫了李公公，李公公便做了他们的耳目。这件事情鳌拜也发现了。自从鳌拜被圈禁之后，李德福再也没有找鳌拜要过大补丸的解药，显然是投靠了朱李二人。鳌拜已经跟朕禀报过了。奴才这里还有件重要政务，本来想交给鳌拜，但是鳌拜让奴才亲自呈现给皇上。这个鳌拜，终于知道该怎么样做一个本分的臣子了。皇上，这就是3把金钥匙其中之一，原本是在吴三桂手中。吴应奇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途中，被李奕欢的师姐樊倩影调了包，钥匙落在朱慈轩手中，所以奴才才有机会又从朱慈轩手中调了包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吴三桂和李定国手里的金钥匙都是假的。这把金钥匙才是吴三桂绞杀永历帝后，从永历帝身上得到的赠品。好，你做得很好。待朕剿灭乱党之后，必将重重赏你。奴才谢主隆恩，奴才不便在此久留，奴才告退。去吧。谢皇上。
今晚的事情不会泄露。有什么事儿吗？还不是吴三桂又给朕出难题了。不提这些烦心事了，你且陪朕散散心就好了。哎，过来看，看到了吗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打那对鸳鸯，拆散他们夫妻啊？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恩爱夫妻，只不过逢场作戏罢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不信？那你看那只雌鸳鸯飞回来了吗？如果它真的爱着那只雄鸟，怎么会因为一颗石子就一去不返了呢？真的哎，那只雄鸳鸯也不知道上去追，就知道在那儿傻等，真够笨的。它不是笨，只是伤心了。如果那只雌鸳鸯真的有情有义，那它就应该飞回来，而不是这么等着那只雄鸳鸯飞过去找它。龙小弟，你是在借鸳鸯埋怨我吗？也不是埋怨，只是有一些伤感罢了。太皇太后一直对你不满，皇后和后宫的嫔妃也一直对朕宠爱你多有非议，连朝中的大臣都对朕非议不断。你知道朕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吗？我知道，其实我也为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，所以才会选择离开你。但是当我看到你不顾一切来找我的时候，我顿时没有了主意，只有跟你回宫了。你对朕的一片真心，朕是能感受得到的，这也是朕最大的欣慰之处。其实，朕根本就不是怕什么压力，朕怕的是你一直在拒绝朕，逃避朕。你心里一直念着你那未婚夫，早晚有一天你要出宫跟他成婚。每每想到这儿，朕就觉得心痛如绞。你明白吗？皇后，你想说什么？皇祖母，皇上已经见过了鳌拜还有黑狐，已经确认了李建清和李易欢的真实身份。可皇上为什么还迟迟不将他们捉拿问斩？难道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还是割舍不下吗？鱼在网里，你还怕他跑了不成？这次皇上是动了真情了，这一跤他是跌得不轻啊。也算是他一次挫折吧，给他一点时间缓缓，待他醒悟了，自然就会收网。
皇后啊，万万不可心急。小师妹，你有没有发觉最近情况有些不对劲？是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可是我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劲。皇上倒是毫无异样，可是昨天大师傅传来消息，说最近在明珠谷外发现很多清军密探活动，他们好像是在寻找明珠谷的入口。你是说，这跟太皇太后看鳌拜有关？但愿无关吧，否则，纵然咱们能全身而退，可这段时间在宫里的苦心经营就白费了。大师兄和师傅们一定会很受打击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龙小弟也太沉得住气了吧？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你们姐妹俩有这么多悄悄话可以说呀？啊，不是悄悄话，是臣妾久居深宫，有时感觉寂寞孤单，就让欢妹妹过来陪陪我。朕来的不巧啊，打扰你们下棋了。没有，我跟雪姐姐刚下几下，你就来了。那你可敢跟朕下完这盘棋啊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下就下。皇上，臣妾去小厨房为皇上准备些茶底。龙小弟，你确定要下这儿吗？你可输定了。这不对啊，明明刚才是我占先机的。你占尽先机，是因为朕一直在让着你。世事如棋，不到最后，谁输谁赢又有谁知道呢？龙小弟，你刚才那2个棋下的有问题啊。应该这样。好了，我赢了。毁棋呀，落棋不毁真君子。反正我又不是君子，我是小女子。龙小弟，这盘棋你输了。好，那朕认输。其实这世间事，赢又如何，输又如何？只要能哄得你一时开心，朕认个输又何妨？